2025年 MC 第12條 variation 嘅題目啦，咁呢典型題目啦 ，set various directly as cube of x 啊 ，cube of x 即係 x 3次，跟住 inversely at square of y 即係 y 2次，即係同 x 3次 directly 就係成正比寫分子 ，y 2次係 inverse 就寫分母，跟住對翻個 k 俾佢。唔記得咗咩 variation 點嚟識就睇翻學教學片啊，同學。咁咧 set 咧就寫喺度啦，因為 set 同佢哋關係啊嘛。咁你睇條式先，有理冇理。跟住咧，佢俾咗兩個 situation 你嘅，其實你要揾個 k 啫嘛。set 係得呢嚿嘢，而家得 k 係未知啫嘛。通常咧俾兩個 situation 你咁就計到噶啦。咁唔係俾一個 situation 你就計到個未知數。跟住咧最尾咧就俾另一個 situation 你計啦。佢而家好啦，咁咧而家 x 等於3，y 等於6，set 等於3。x 等於3，y 等於6，set 等於3，塞完落去之後，咁啊計佢噶咯喎，咁要計 k 啫嘛，咁總之有理冇理呢度，我哋要計咗個 k 先，咁 k 乘呢嚿嘢等於3啊嘛，呢嚿嘢乘嚿嘢除過去，3除呢嚿嘢，撳計數機 k 等於4，OK， 即係呢個4啦，咁你揾到個 set 啦，咁條題目咧通常就會俾另一個 situation 你 x 等於5，y 等於2，x 等於5，y 等於2，塞埋落去，撳冇靚計數機 set 咧就係等於125啦。So I say must love you， 操數歲月不艱苦，身邊滿布戰友，裝律詞做到歡呼，考試唔做大二注，挑機要入好 program， 準考證記住唔好出 course。So I say must love you，BN 不記盡力功夫 ，MC 你唔係炮亂鼓，即使要含在廢水。